喺奈良盆地嘅神墓之中，1961年嘅某個秋日，一個小女孩喺普通家庭中誕生。佢嘅父親高市大優喺豐田關聯公司辛勤工作，母親高市同子則穿住整齊嘅制服，守護住地方治安。因為警察母親嘅形象，從小便喺女孩心中種下咗對秩序與守護嘅尊敬。呢個女孩就係後來成為日本第104任首相，亦都係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嘅高市早苗。高市早苗嘅童年並唔奢華，但好自由。佢喺安原市立嘅學校度過咗最初嘅時光，成績唔算差，但真正讓佢心潮澎湃嘅係速度與節奏。中學時，佢沉迷摩托車嘅轟鳴聲，甚至短暫成為暴走族嘅一員。喺同齡人眼中，佢既係有啲叛逆嘅女仔，亦都係渾身充滿活力嘅同學。高中畢業後，志向明確嘅大學錄取通知同時降臨，神戶大學、慶應大學、早稻田大學3張入場券擺喺台上邊，但家中並不富裕，父親仲要供細佬上大學。父母直言，短期大學更好，仲唔想俾你離家太遠，畢竟你係女生。早苗嘅反骨心性立刻被點燃，佢想選一所私立名校，用行動證明自己可以獨立生活。然而，現實嘅經濟壓力讓佢最終選擇咗國立神戶大學。雖然係折衷，但或許亦都係命運嘅引導。大學生活開啟咗另一個佢，輕音部嘅鼓手。佢嘅雙手熟練咁敲擊住鼓面，節奏如同心跳咁凌厲。喺重金屬樂團嘅演出中，舞台燈光照亮咗嗰張專注又充滿力量嘅面。少有人會諗到，眼前呢位喺音浪中揮灑嘅女孩，有朝一日會成為政治家。1984年畢業後，早苗心中有咗一個不同於音樂嘅偶像，松下幸之助。嗰位白手起家，以經營哲學聞名嘅企業家，佢毅然加入松下正經塾，開始接受領導力、公共政策嘅訓練。呢段經歷好似係把搖滾舞台嘅能量轉化為政壇嘅野心。後來佢遠赴美國，喺民主黨女眾議員帕特斯洛德嘅辦公室實習。對日本青年嚟講，嗰係一扇通向世界嘅大門。喺國會走廊往返，喺資料室整理法案，喺咖啡台旁聆聽點樣喺輿論中求生。呢一年俾佢熟悉咗西方議會制嘅運作，亦俾咗佢談笑間引用國際事例嘅底氣。回到日本後，佢並冇立刻投入選舉，而係成為媒體人、新聞主播、節目主持人，甚至大學教授。咁係一段同民眾直接溝通嘅時期。佢學細咗點樣用簡單嘅話說清複雜嘅事，亦都讓佢嘅面孔逐漸出現喺家家戶戶嘅電視機上面。1993年嘅日眾議院選舉，高市早苗以獨立人士嘅身份踏入競選舞台。與黨派嘅老練候選人相比，佢嘅背後缺少堅固嘅機器，但有嘅係一粒想自己闖嘅心。結果佢真係闖進咗國會。初期佢加入咗小黨自由黨，不久並入新進黨。1996年再次成功當選。然而大選失利後，佢做出震驚盟友嘅決定，轉投自民黨。呢個背叛喺同志眼中係政治叛離，但喺佢睇嚟係一條去往更大舞台嘅捷徑。喺自民黨，佢快速累積經驗，從通商產業政務次官到副大臣，從青年政策到產業策略，佢喺內閣中晉升嘅軌跡似乎暢通無阻。直到2003年敗選，失去咗國會席位。嗰段失落期，佢重返教育界，喺近畿大學講授經濟學。佢曾喺課堂上同學生傾起政治嘅殘酷。舞台上永遠有人被掌聲淹沒，亦有人被沉默埋葬。關鍵係你係咪願意再一次登台？2005年，佢喺奈良縣第2區重新奪回議席，並將自己定位為保守陣營嘅旗手，反對選擇性夫婦別姓，強調傳統家庭價值，推動網絡安全立法。喺安倍晉三嘅信任下，佢進入第一次同第二次安倍內閣，擔任重要職務。然而佢嘅直言不諱亦都帶嚟爭議。佢曾暗示政府有權吊銷政治偏見節目嘅廣播執照，引起媒體及國際社會質疑言論自由。佢嘅靖國神社參拜亦都讓周邊國家敏感神經繃緊。對支持者而言，佢係捍衛信念嘅勇士；對批評者而言，佢係挑起爭端嘅好戰派。多年嚟，高市早苗一直係自民黨內有潛力嘅女將。2021年，佢首次挑戰黨總裁職位，雖未成功，卻以強硬立場同清晰政策打響知名度。2024年再度挑戰，
佢以第一輪得票最高進入決選，卻喺二輪輸俾石破茂。佢拒絕喺新體制中任職，選擇再次積蓄力量。2025年，佢迎來第3次黨總裁選舉，喺削減汽油稅、加強反間諜法、推進核融合反應器等政策號召下，佢贏得黨內保守派同改革派嘅支持。喺決選中，力克小泉進次郎成為自民黨史上首位女總裁，亦隨之成為日本第一位女性首相。當選後，原有嘅自公聯合政府因公明黨退出而瓦解。佢迅速與日本維新會達成國外協力聯合執政，呢場政治突圍展現咗佢喺高壓環境下嘅談判能力，既保住咗執政權，又唔需喺政策上作過多讓步。走馬上任後，佢馬不停蹄出席國際峰會，喺吉隆坡嘅東協會議推動海上合作與網絡安全，喺東京同美國總統川普簽署貿易與核技術協議，喺韓國 APEC 峰會同習近平會談，並引發敏感嘅台灣有事外交風波。佢毫不收回言論，強調日本嘅安全利益，即使面對中國嘅強烈抗議。高市嘅政策鮮明，修憲、強化防衛、維持男系天皇繼承、限制外國人參政權、反對同性婚姻、擴大對網絡安全嘅投資。佢嘅政綱喺保守派眼中係振興日本嘅藍圖，喺自由派眼中則係倒退嘅危險信號。2025年選舉期間，佢提及外國人踢內良碌與揾唔到翻譯而唔起訴外國人嘅言論，被批評為煽動排外。但佢堅持係基於地方所聞，呢類無法完全證實嘅故事，反映咗佢嘅政治風格，善用情緒化嘅舉例，拉近同特定選民嘅距離。即使冒住被媒體放大審視嘅風險，私下嘅高市依然保留住青春時嘅速度情結。曾駕駛摩托車穿越上學路，後又存錢買下白色 Super 跑車，咁係佢深夜返鄉嘅伴侶。直到擔任政府要職後，跑車先至退出日常，被收藏於奈良嘅博物館。佢嘅感情生活同樣不平凡，與眾議員山本拓結婚、離婚再婚，成為3名繼子女嘅母親，並共同迎接4個孫子。夫妻喺再婚後，山本拓改姓高市，成為罕見嘅政治夫婦故事。至於音樂，重金屬嘅鼓聲仍在佢生命中回響。即使成為國會議員，佢依然曾經喺電視上擊鼓演奏 X Japan 嘅經典曲目，讓民眾睇到嗰份嚟自舞台嘅熱血。高市早苗嘅故事係一部融合搖滾、政治、保守信念與媒體爭議嘅長篇小說。佢既有搖滾鼓手嘅強烈節奏感，又有政治家嘅敏銳判斷。既喺舞台下為學生講課，亦喺國際峰會上同世界領袖交鋒。作為日本首位女首相，佢嘅每一步都被放大檢視。對支持者而言，佢像指突破性別天花板嘅力量；對批評者而言，佢係保守價值與民族主義嘅化身。未來嘅日本係咪會因佢嘅政策而更加堅硬，或者喺爭議中調整姿態，仍係一條未知嘅路。但有一點可以確定，嗰位喺大學舞台上揮舞鼓棒嘅少女，從未停止過自己嘅節奏。如今佢嘅鼓聲響在整個國家之上。